大家拢将关心讲，当时会当普发现金呢？这财政部长张水芬就表示，若是预算案10月17顺利通过，11月17之前一定会当发。另外，地方要机关提案爱另外加发现金，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就提案爱发予市民2万1。若讲到这新北市政府呢，今仔日就宣布，每年会发予市民一个人5000块的消费金。 另外，财政委员会特别查到白心关系普发现金1万的论证特别预算案，各界关注钱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入到民众的落地啊？如果10月17号真的我们院会都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，那么预计是11月17号以内就会发放吗？是的。 一定会。那因为10月17号，大院如果3读通过，尽快送请总统公布的话，在那当天，财政部会开记者会。也毋过，这毋是中央头一摆普发现金，国民党立委李干秀积极，今日媒体宣传会的预算就达到2350万，呼吁政府爱准在用度。 各种领取的方式，我们还是要做详细的解说，跟他。我没有说不给你哦，还有第二个，我是说过去花800多万可以达到99.69%的效果，是多元的管道都一样在做同样的宣传，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花到1350万？是跟委员报告，还有这一次对于防诈的部分，就是说我们避免防诈的部分，我们各部会现在都有编列相关的预算。 同时间，未少县市议会也唤醒地方政府增加代理组。新竹县议员欧永定顶礼拜临时会提案通过，爱官府普发3.4万，爱说移民。何官员由文科拍情，强调官府材料无稳准，也认为提案真含糊。也毋过反过来看，新竹市说是开地方政府第一枪，会伫明年编列超过22.5亿的预算，发予市民每人5000的消费金。预计透过发放，促进内需市场活络，带动经济与产业的一个正向发展。 那我们也希望议会可以通过这笔预算。代理市长傅成焕表示，只要是今年9月30进前设置的新竹市的民众拢有资格领，估计会有超过45万的市民受益。全国首都台北市民进党团也有提案，呼吁增加2万1，那也是提出对案应用。 不能像喊价式的说有多少税基剩余，我们除一除台北市民人口就发多少钱。所以金额的部分，我们请市政府精算之后，再跟我们议员报告。蒋万安要具体的承诺，不要左手叫别人一定要做，而右手不愿意去同样的方式去给予你台北市的市民。那也呼吁州市府爱加做地方带头羊。 那也表示，各路市民期待虽然支持法，也毋过考虑市政建设法国债，会保持春秋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